天界大灵者的正经日啊，就将上主应为阳光还灵归乎伊，就将上主的名应为阳光归乎伊，顺圣洁的心敬拜上主。请咱做起立来吟圣诗435首，咱逐个来吟诗。感谢上帝归是你，世间日子真快过，已经天路着吉时，已经天路着吉时，何况生命无听着。是比，世上大礼貌，功名富贵拢康康，这是最世家，希望你可变老郎，尽量。咱议员起来用《使徒信经》来做咱信仰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舍女玛利亚出世，以本州彼得岛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罗英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，打坐全能爸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信实，我信信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。请坐，请用课文第8篇诗篇23篇做伙来刻用，我来刻，请大家来用。上主是我的牧者，伊互我倒伫清水的草坡，伊互我新的气力，
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，因为你甲我同在。伫我对着的面前，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你的稳定之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。咱做伙来祈祷，全能的主上帝，主爱天父，今日是你所赐福的安息日，阮将今日恭敬奉献予你，恳求上帝主爱人民愿，照你丰盛的慈悲擦消阮的过失，阮的所行所做，心思意念，常常你知也是毋知是得罪上帝。恳求主耶稣基督保护洗除阮的罪。求你，互阮创造清洁的心，阮内面有满心正直的人。感谢主，你带领台湾的总统、副总统甲立委选举平安结束。虽然行政系统甲立法院有无同款的党派，求主带领台湾未来会当向前来迈进，面对对方重重威胁、国际局势的变化，互台湾甲外交、国防、经济治安拢有进步，人民安居乐享。阮今日也感谢有遮的退休牧师、夫妇联谊会的牧师甲牧师娘，伫遮互阮做伙来敬拜上帝。求主你保守因较年老的是因的身躯、因的生活，求你来带领。阮安尼认罪、感谢、恳求，拢奉各位主耶稣基督的名恳求，阿门。基督，主听阮祈祷，恳求你听阮求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听阮恳求的声。赞美圣歌里面献的是科尔特的感恩歌。
恭听上帝话，记来伫新约提摩太前书4章12节。毋通因为你的少年，互人看轻，就伫讲话、行做、听心、信心、纯洁，做信徒的模范。下面咱敬听的陈文忠牧师要透放，互咱信息悔过甲展望。咱同心来祈祷，听阮的天父，阮的主讲，有两三人聚会所在，就你的灵要运行伫阮的中间，甲阮信心充满伫阮的心，带领这个敬拜，互阳光归伫天父，互平安。切恳，想赐互阮全体兄弟姊妹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我真久无徛伫遮，所以我真注重这场礼拜，特别有使命啦，要拉近吼，咱退休牧者联谊会甲全体兄弟的迄个。距离要甲大家博感情，我真注重，所以早毋过去剃头。今仔日是旧历年最后一个主日。我细汉的时阵，上爱唱的圣诗，嘛是第一首会晓唱的圣诗，就是耶稣听我，我知命。昨昏咱伫遮有举行。大正老师、小正老师，因的妈妈个别礼拜，礼拜中第一首诗歌就是《耶稣听我，我知命》。我想，哎哟，那会遮拄好吼，愈唱愈感动。我的老爸是台中后里墩仔骹教会，较早是执事，后来有做长老。阮兜有一大站的时间。每礼拜三暗吼，拢有家己举行家庭礼拜。这对阮5个囡仔造就非常大，所以即嘛有3个做牧师。阮爸爸伊真贤讲故事，嘛是阮主日学的老师吼，嘛是国校的老师。伊拢会带阮读圣经，讲圣经故事互阮听。阮妈妈。真贤唱歌，就带阮做伙唱歌。阮5个囡仔照论选圣诗，无论轮到倒一个，第一首唱的一定是耶稣听我，我知命。另外吼，要有一首我上袂当了解的圣诗，就是今仔日咱拄则所唱的。打咱大家来吟诗，第3节其中一句吼真奇怪：啥时才是做细囝，一目念久变老人。我拢想讲，哪有可能一个囡仔目睭念者就变老人？我捌研究呢，我采一块镜，踮桌顶，我坐伫镜的头前，目睭刻刻，大声讲：一目念久变老人。目睭爬紧一个看，嘛是遐囡仔，所以我断定这首歌是咧骗囡仔。后来渐渐大汉吼，才会当了解这句话的意义，但是拢感觉离家己真远啦。后来我做牧师，我捌伫苗栗德南教会牧会。有一摆，我甲牧师娘去探访一个教会的长老，甲长老娘，因当时拢60外岁吼，阮遮30外岁，大家交陪真快乐。迄个长老阵摕一张乌白色的迄个旧相片出来，讲你看，内底吼，这个人你捌无？我看去到。一群小学的学生，有的穿制服，有的穿便服，佫摕汗袋啊，
看起来是敢若要去远足，要出去佚佗。我就甲伊讲，这是一群国校的学生要带去远足哟。伊讲要远足无毋对，但是这群毋是国校的学生，是咱主日学的学生，就是要带去远足。恁注意看，我甲张老娘拢伫内底，阮注意看袂出来，就指望看，这个我，这个张老娘。伊煞来佫讲，恁看，一目念久变老人。迄阵我感触就真深啊！旧年8月中，我伫咱遮主理拜四案家庭团契的聚会，迄天我拄满70岁。迄个时阵上界有感受，日子咧过敢若真慢，但是回头一个看，已经70年。我做兵倒转来国字读台南神学院，伫台南神学院对我的生命有发生2项足重大的代志。第一，我搁较认捌上帝。神学院开学前有一个新生训练，规定入去大礼拜堂。我看到真震撼吼！迄个礼拜厅面顶耶稣的迄彩色玻璃坐伫中，倒手边一个人下骹有一堆鱼彼得，倒手边一个人举一支剑，手阁摕一本圣经，保罗伊的话语宣扬上帝话，亲像上面的利剑，要插入人的内心。下骹一排茶刻的金色的字，足大字，28字。我伫遐3冬背甲滚瓜烂熟。主曰：“非而选我，乃我选而命而结实，而实恒在，则托我名求父者，可是而。”我看拢无。后来我才看到我边仔一个老师较拄好，伊就是新约圣经学者，当时的副院长张德雄牧师。我坐伫我的边仔，我甲问讲，牧师迄是啥物意思？用这句记载伫约翰福音15章16节，毋是恁竞选我啦，是我竞选你。圣灵中，毋是你咬甲会晓，毋是你会晓竞选我，是我竞选你。我甲你呼调、造就。切克，你要去结好规矩，就是遐个好的品行，遐个好的行做，是就足水的规矩，会当帮助人，会当献互上帝。这个规矩定定伫地，定定有，安尼，你无论，奉我的名，甲主求什么，拢要赏赐互你。这段经节充满好调、造就、切恳、应允。我甲即满拢也念念不忘。当初的国字。我拢做无够济上帝所竞选的
伊拢无后悔呢，伊嘛拢竞选咱呢。咱有为主见证无？上帝伫十条诫宣布的时阵，就宣布这句话：听我、受我诫命的人，我要大大赐福予伊，直到清代。讲这段家己嘛真感动，过来讲较轻松的。第二项重大的事件就是，我拄到牧师娘。新生训练的时阵，我第一摆看到牧师娘，牧师娘一日看到我，就一直对我。我上感动的时刻是开学后第一摆伫学生餐厅，一个月后开学一个月，我甲牧师娘坐做伙食饭，当时讲到，阮迄桌拄啊5个男生5个女生，大家哪食哪有讲有笑，真快乐。牧师娘拄啊坐伫我的对面，当时我才发现，这个女生吼笑起来太遮迷人。伊每笑一个哦，我就感觉我的心中安尼受伤沉重。伫迄个时间、迄个地点，我一日就知道，坠入爱河。结婚以后，我才知影，看人唔通干那看外表。咱的兄弟姊妹吼，足侪啦，咱家己心内有数吼。特别是妇女团契，拢会甲我讲：哦，牧师，恁牧师娘吼，拢笑嗨嗨，和蔼可亲，足好斗阵，恁兜一定充满笑声，充满欢喜快乐。我拢甲因讲，伫厝内甲伫外口拢无共款。去年12月底。这个退休牧者联谊会，我去南门教会献诗呢。礼拜三，我甲牧师娘拄到一个嘛是退休的牧师娘，伊的千金，我真欢喜，甲伊讲：哦，恁妈妈有够优雅，真水，真温柔，真好斗阵。迄阵。点睛2秒钟，甲阮讲，伫厝内甲伫外口拢无共款。牧师娘哈哈大笑，我真感动哦，因为迄个千金，我完全会当了解伊的心情。去年9月，咱这个退休联谊会吼，去年9月。该选会长啦，会长就爱去找一寡同工，有同工敲电话咧甲我催，牧师啊，你哪会还袂来？咱大家吼拢咧等你呢，拢咧找你呢。我想讲，这个人从来毋捌对我遮好啦，其中必有埋伏，果然甲我选做会长。这无伫我的人生计划内底，因为我虽然退休，我有一大堆代志爱做，无包括做会长。我有起来试题呢，讲一大堆原因，因拢惊无听到啦，真歹势。牧师娘后来甲我讲，你敢是定定咧讲，咱来继续为主做工？这个联谊会毋是一个月聚会一摆就好呢，咱爱来探访，来关心咱这老同工，甲大家博感情。全世界我敢若听2个人的话，一个是上帝，一个就是牧师娘，所以我做会长。
咱这个退休联谊会，拢总13个同工啦，钻石阵容，感谢主，因拢做伙来帮赞吼，这个联谊会。书记新庞端牧师今日嘛有来吼，会计王秋菊牧师娘，苏琴李马丁老师，昨暗阮有拄着伊嘛去摄道了。迄个阮的指挥吼，朱昭勇牧师娘，也个阮有4位顾问，拢是真好的牧者吼。黄德成牧师、洪文柔牧师、杨兴明牧师、郑文仁牧师，咱阁有4位委员，拢是咱教会主会的兄弟，咱的兄弟吼。苏仲仁牧师、陈友成牧师，黄浩良牧师、张金民牧师，这些拢是阮的同工。也阁等者吼，恁会听到一阵天使咧唱歌，拄则有人讲：哦，恁这牧者哪会拢遮好唱？当然拢靠这食饭的。等者伊要甲咱献诗吼，咱听着知。这阵，阮的同工，咱的同工吼，感谢主。去年10月，总会有统计，目前退休的牧者，也伫世间的吼，1141人，1141人。根据我个人的调查统计，退休同工的经济情况。因的经济吼，会当分做4种。第一种真好过，第二种真歹过，第三种惊好过，第四种惊歹过。平均除以一半好过，一半歹过。洪文柔牧师捌甲我讲哦，伊讲。你敢知影？咱台南中有一个退休的牧者吼，即马无伫咧啊。伊生活真困苦，重病吼，送去城大，到要出院啊，才咧讲无钱通纳住院的费用啦。洪牧师赶紧招一群兄弟姊妹，隆重甲伊奉献8万块，要出院去去送去城大，互因吼。一日看收据，拄啊8万块。这就是咱爱关心的代志。耶稣有一个上重大的启示呢，记载伫马太福音25章。原来最后审判的时阵，毋是要问咱讲你圣经有背起来无？你一天祈祷几摆？你有去聚会无？是要问咱你有好所行无？我枵你我食无？我喙焦你我啉无？我寒你我穿无？我出外你有留我住无？我是有关家，你有来我探家无？我破病，你有来甲我看无？耶稣去宣布，这个代志，你若做一项伫至微细的人的心上，就是做伫我的心上。咱这退休牧者联谊会，全名是台南区退休牧者夫妇联谊会。伫手机的面顶，我这个群组吼，拢总有114人。今日来献歌的吼，有41个人。正式成立才6档外，本来是伫西门教会聚会。宗旨就是联谊分享，互相关心。咱的妇女团契会长、圣官会长，伊的爸爸甘明元牧师吼，较早就是真爱去西门教会参加这个联谊会，甲老朋友相见面，
做伙聚会，分享便当，开讲，行旗。听讲江牧师上爱行旗。后来这个人数哪加添啦，人愈来愈侪，逐摆聚会拢有70人左右吼。西门教会较歹停车，真歹停车。咱东门教会无论停车，还是聚会场所，还是设备，拢真好势。旧年咱遮委员吼，就甲咱教会老牧师甲小会申请，得到大家的接纳。今年开始，伫咱东门教会聚会，每个月第3个礼拜一早起聚会吼，甲过昼。今年正月15。已经伫咱教会对面迄边大教室吼举行第一摆聚会，邀请咱教会牧会团队个兄弟吼做伙来座谈，互大家互相认捌。老牧师、牧师娘、张干牧师吼，遮王传道。个咱的关怀部长、平长老、总务部长、蔡长老，因拢来，甲阮祝福，甲阮关心。曾明雄长老、长老娘嘛来甲阮祝福。曾长老一句话吼，曾长老真贤，讲一句话，立刻拉近大家的距离啦，叫做亲切。伊讲我徛伫遮看过去吼。90%我拢捌，这句话吼，真水气，大家就开始热络起来吼。压轴是咱的会长，圣官会长吼，伊起来致辞，伊一个讲了吼，全场欢呼，掌声如雷。我毋知安怎哪会安尼啦，吼。搁吼，顶礼拜5，我敲电话互咱的圣歌队指挥。咱大家敢知伊是高雄大学的音乐系主任呢？所以咱圣歌队下叫吼。我甲伊讲，戴教授，阮这个礼拜日早起8点20，想要来遮练歌啦。毋知咱圣歌队几点要开始伫遮练？毋知。要安怎巧较好势？人戴教授随时甲我讲：“哦，牧师，恁踮正长练，正长互恁练。我甲圣歌队来正长后壁的教室练。”哎哟，有够甘心啦！吼，这毋知要安怎感谢主，感谢咱教会接纳我这阵退休的牧者。恁的疼心，人无法度报答，上帝拢记伫天呢。咱来看一张 PPT， 搁刷落迄张，咱有感觉家庭团契的兄弟有感觉面熟无？这张就是今年正月初4，咱教会家庭团契第一摆聚会，新的会长萧林奎教授，伊所提出的吼，对咱这个家庭团契的愿景啦，我无经过伊的许可吼，就甲偷摕来用，而且爱恳求萧教授的赦免，因为这拄我甲我的心情完全同款。惊吓甲感恩，我真正惊吼，毋知要安怎做会长。感谢上帝，我一定有力的同工，搁大家做伙。感谢上帝，互阮也搁年老的时阵会当做伙做工，活到老学到老，继续学习，嘛爱承担。我真爱迄句话：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。要敲出上帝心意，咱做伙牵手吼，来过这个年老、幸福、快乐的生活。咱搁看一张
PPT。这张是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节，记载伫提摩太前书4章12节。这本来是提摩太咧勉励伊少年的当工，保罗勉励伊少年的当工吼，少年的牧师提摩太内底讲，无得因为你的少年，互咱看轻，就伫讲话、伫行做、伫仁爱、伫信、伫清气，做信的人的模样。我是安怎选这个经节，拢讲起少年人，因为咱拢少年人嘛，愈来愈少年。福德少年，体势悲观，亲像鹰鸟，行无也走也无先，飞也袂忝。我常常咧甲上帝祈祷。我阁用一个经节，甲大家、甲我的老朋友、甲全体兄弟三甲勉励。咱来看后一张 PPT。咱来看后一张的 PPT。无得我甲这个经节互我的感动解一下吼。无得因为你年老，互人看轻，就伫讲话、伫行做、伫仁爱、伫信、伫清气，继续做神的人的模样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听台天父，愿你大大祝福，互东门的兄弟姊妹，也祝福互退休牧者联谊会，帮助阮继续直到永远学习你的听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做来吟圣诗，我把写这首，求主带我甲你同行来回应大段詹牧师的分享。因为退休牧师夫妇联谊会伊要献的诗是：真正就知我是上帝。
感谢优美的歌声，一切荣耀拢归于咱的上主，请咱用甘心乐的心来奉献。
请坐。是咱做伙来关心教会一寡消息吼。来，即礼拜圣经学堂犹原是暂停啊，咱过年了，2月21日开始恢复咱的圣经学堂啊，台语的查经班嘛会伫2月20开始恢复聚会。今仔日咱真欢迎吼，咱台南退休牧者联谊会伫遮做伙来含咱做伙礼拜啊，今仔日也感谢陈文忠牧师，和咱做伙来分享，也请兄弟姊妹做伙来关心咱遮的退休牧者。咱今咱请咱的退休牧团，咱起立，互大家做伙欢迎恁。请坐。我感觉今仔日吼有遮的。中辈信仰的前辈伫遮含咱做礼拜，真有福气吼！毋知影大家通在唱圣诗的时阵有感受到无？迄四步拢走出来对无？老师才有诶啦，所以真欢喜今仔日会当含咱遮的牧者前辈做伙伫遮来敬拜。啊，今仔日老牧师因含夫妻小组吼，因家己拿来教会伫遐来聚会，哎呀，请大家为着因的旅程平安来祈祷。好，搁来咱的手巾甲放纵吼，要搁添购一寡的设备啊，若是你有感动的兄弟，也请咱会当做伙来为这项代志奉献。啊，今仔日礼拜了后，咱伫外口吼，伫咱的办公室头前遮会当来领春联啊，若有需要的，请咱伫遐来摕。好，这他们都有讲哦无吼，这因为咱后礼拜要过年吼，啊，所以咱后礼拜奉献的资料等等的，拢会伫2、5号的时阵伫遐来登记吼。搁来第2学期的奖学金开始来接受申请啊！吼，若是咱的囡仔有符合这个资格，来请咱来办公室遐来填迄个报名表来申请吼，到2月25号来截止。好，搁来咱的家营姊妹甲约定兄弟吼，已经伫顶礼拜举行结婚礼拜，哎呀，愿主赐阮祝福伫因新的家庭。然后咱的小郑老师的妈妈吼，地食真弟姊妹也伫昨昏已经有举行个别礼拜啊，家属今仔日嘛有来含咱做伙礼拜吼，也要让咱大家做伙致意，请咱的家属，咱的家属拢伫遮吼，啊，请咱继续为因即个家族关心代祷，请坐。好，搁来后礼拜初二吼，初二会到咱的美琴吼，咱的未来副总统要转来咱东门教会遮来。分红包啦吼啊，嘿，我知影大家足兴奋啊，但是咱1点较开始排队哦，吼，1点较开始排队，然后小美琴伊会伫2点的时阵开始发红包啦，吼啊，就是伫礼拜堂外口食吼啊，所以恁厝里若有孙啊、囡仔来领红包啊，1点排队哦，1点来排队。好啊，今仔日敢有新朋友来啊，咱无介绍到的。好，那无的话，咱等下伫礼拜四会当继续做伙交易交杯。咱做伙也读经的金句吼，记载伫箴言16章31节，我先读一遍吼。白头毛是应要的花冠，实行公义较会得着。请咱读两道。白头是应要的，实行公义较会得着。按11节，搁一遍吼。是荣耀的花冠，实行公义较会得着。箴言16章31节。好，咱做伙来念祝福册卷圣诗327首，愿主赐福保佑你，请起立来念全首。
愿天父会疼痛，基督的救恩，圣神的感动，甲咱众人三甲伫地，对即时直到永远无煞。阿免。阿门。阿门。请坐绿岛闭会。咱遮的退休牧者吼，咱的会长娘有交代，咱的要做伙伫头前遮翕相。啊，若咱的兄弟姊妹要做伙含遮的退休牧师打招呼，要做伙翕相的嘛会使留落来，好，多谢。